台湾国家每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这阵时代的照顾制度甲福利是愈来愈重要。身体关鼓励时代参与社区的活动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伊也举办阿公阿妈的跳舞比赛，拢总有13个乡镇，计将400多个时代来参加。上老的今年已经食到103岁。阿公阿嬷欢喜对音乐跳舞，大家面容笑嗨嗨。各来自五峰乡的时代，请代表原住民的传统服装到现场，连今年已经食到103岁阿公，也来参加活动，甲大家分享保持健康的秘诀。今年是103岁很跳啊，个最重要是你係健康啊，有啲不如高啊，人家会动会高，就身体也挺好啊。他平常就做运动啦，其实他每天也喝一点点小酒啊，还唱歌啦哈，反正跟朋友在一起也非常快乐。起床起来做健身运动，做体操，从早上到晚上都很开朗，都没有什么事好想啊，就高兴啊。新竹县总人口有59万，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超过85000多人，占总人口的14.5%。举办趣味的跳舞活动，主要就是希望时代会当振动身体，培养运动的好习惯，增加我们这个体适能这个肌力那这个要平常就要来落实，所以今天这活动是一个抛砖引玉，很有意义。我们希望落实在各个社区。在平常的每天的一个生活习惯。俗语讲，好野唔达着会食，好命唔达着勇行。卫生局讲，人年岁济，难免会有一寡辛苦病痛，所以爱随时注意身体状况。嘛鼓励时代平常时爱较食运动，人老心袂老，保持好心情，欢喜过生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